大家好啊，貓貓 Lady 啊，咁近期咧網上我聽到有單嘢就係因為媽媽過咗身，咁就因為兄弟之間有個即係決裂或者摩擦啦，而導致到唔俾嗰個對方去之前病去探媽媽啦，或者係之後而家已經過咗身啦，都唔通知佢或者去完成幫媽媽之後嘅即係階段啦，過咗身嘅一個白事啦。咁我覺得其實呢啲你就算你話即係點講啊，即係你兩兄弟嘅事，咁你都唔可以因為呢啲你自己即係太執着啦，我覺得總之係太執着啦，即係放唔低之前嗰個事情或者恩怨，去咁樣處理，唔俾嗰個兄弟啊或者咩啦，去睇媽媽嘅最後嘅一面。咁我覺得呢件事係非常之係不當嘅，因為理論上就係話你唔可以控制到呢樣嘢，係唔俾細佬去幫媽媽完成最後嗰階段咯。咁呢一個其實亦都係可能媽媽係想見嗰個細佬或者阿哥去幫佢完成呢個最後嘅階段啦，或者去見證返呢個佢嗰個白事，咁所以就唔應該去干預或者阻止咯，我覺得。咁你倒不如即係大方，唔好放下你嘅執着，俾嗰個即係親人去見媽咪最後一面。